大家好，我係 Hero，歡迎收聽迷離公路。印象中咁啊，好耐之前呢，曾經都同大家就講過呢個題目噶，消失的乘客。咁其實某程度上，消失的乘客呢，都算係其中一個全球不受地域所限制嘅都市傳說之一啦。因為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咁曾經都出現過類似嘅傳說事件啊，咁所以都非常之經典噶啦。咁今晚我會再次咧同大家就講下呢個傳說嘅。咁不如我哋首先呢，就講咗一單發生喺英國嘅個案先啦。事情就發生喺上世紀70年代尾1979年10月12號。咁至於地點呢，就係英格蘭嘅貝德福特郡。事緣當晚就屬於係一個落雨嘅晚上啦。咁事主萊德富爾頓就去咗當地一個叫做萊頓巴扎德嘅小鎮嗰度呢，就參加一場飛鏢比賽。咁如是者去到當晚大約係9點20分左右啦。咁比賽完咗之後呢，萊德就打算係翻屋企啦。萊德本身呢係一個地氈工人，咁顧名思義啦，就專門呢幫人係裝地氈嘅。而當晚呢，佢就揸住平時開工嗰個貨車。咁喺翻屋企嘅途中，就途經小鎮附近嘅一個社區斯坦布里奇。咁好啦，去到接近最後一盞街燈，大約100碼以外嘅地方，萊德隱約咧就見到有個人就揮手截車。咁始終當時嘅時間都唔算話太夜啦，萊德就心諗可能對方咧就要去附近嘅村莊托特恩霍或者咧鄧斯特布蘭。而咁啱得咁巧，呢兩個地方咧都係順路嘅，佢翻屋企嘅時候都會經過噶啦。咁所以萊德就決定咁幫下手啦吓，咁兜過去就車埋嗰個人一程啦。如是者咁架車去到嘅時候咧，就見到截車嘅人原來係一個後生仔嚟嘅，又因為呢個後生仔就迎面向住車燈嘅方向就行埋嚟啦。咁所以萊德咧都清楚見到呢個人嘅服飾打扮嘅。當時佢就着住一件深色嘅冷衫同埋長褲，而冷衫入邊呢就係件白恤衫嚟嘅。後生仔當時就坐咗喺萊德隔籬，咁好自然啦。萊德就問佢啦：咦，你想去邊啊？咁但係個後生仔咧就冇出聲，淨係做咗個手勢，就指住前邊條路。咁萊德都冇理咁多啦，就照樣開車啦。開頭嗰幾分鐘，咁大家咧都冇講嘢嘅。去到某個位嘅時候，萊德就攞咗支煙出嚟，咁同埋咧就遞俾個後生仔，咁諗住請佢食支煙啦。點知一遞到過去嗰陣時咧，就發現對方已經消失咗，完全唔知去咗邊。咁萊德當堂就嚇到乜都唔理啦，咁即刻剎停架車，跟住咧就開咗車入邊啲燈，又望下貨車後邊有冇人啦，但係就完全冇任何嘅發現啊。根據資料所講啦，萊德當時嘅車速咧就大約係每小時40英里左右嘅，而接咗對方上車之後，車門由頭到尾咧都冇打開過。點都好啦，咁由於事出突然，萊德越諗咧就越唔對路，同埋亦都開始驚啊，意識到自己咧可能係撞鬼定點啦，咁所以就即刻開車，咁直至去到一間叫做 The Gilder 嘅酒吧嗰陣時咧，先至夠膽停車。同埋就衝咗入去酒吧啦。咁始終一嚟最起碼有其他人先啦，二嚟都要飲翻杯酒咧就壯下膽嘅。其實萊德曾經咧都去咗附近嘅村莊，咁鄧斯特布蘭嗰度咧就報警求助啊。咁雖然萊德一方面都有諗過成單嘢可能係靈異事件啦，咁但係佢亦都有個諗法，就係咧佢想知道警方嗰邊有冇收到任何消息，有人喺路嗰度受傷啦，甚至乎係死亡，或者其他比較合乎常理嘅解釋啦。咁但係同警方傾完一大輪之後，都係冇頭緒嘅。咁警方仲以為萊德唔知係咪飲大2杯睇錯定點啦。話說事後喺某一次訪問入邊呢，咁萊德嘅太太希拉就講話，佢記得事發當晚，當阿萊德翻到屋企之後呢，就堅持一定要開晒成間屋啲燈，就算去到瞓覺嗰陣時呢，佢都唔夠膽熄燈咁講，因為都驚咧會有啲嘢就跟咗佢翻屋企啊。對於呢件事，咁當年無論係社區入邊嘅人又好，萊德身邊嘅人都好啦，都冇人知道發生乜嘢事。
但係有一樣嘢可以肯定嘅呢，就係佢當晚就真係驚得好犀利啦，同埋亦都完全相信自己所描述嘅事情曾經呢就真係有發生嘅，就唔係話虛構啦或者幻想出嚟啦。好啦，咁啊去到1985年啦，嗱，著名英國科幻小說家阿花斯·克拉克亞瑟·查理斯·克拉克，亦都即係經典小說啊《2001太空漫遊》嘅作者，當時呢就有個電視節目嘅，就叫做《World of Strange Powers》啦。咁譯翻做中文嘅話呢，就係世界奇異力量啦。咁點解特別會提到呢個電視節目呢？因為喺其中一集嘅訪問入邊，萊德就堅持當晚一定有人呢就上咗佢車嘅。但係上車嘅係乜嘢嚟嘅呢？直至到今時今日，佢都仍然咧係搞唔清楚。嗱，咁睇翻晒成件事先啦。咁先唔好講係真唔係啦，反正都好難證實到噶啦。不過無可否認嘅係呢，好明顯有關於萊德嘅個案啊，正正就係屬於消失的乘客嘅其中一個咧經典例子嚟噶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套用翻消失的乘客嗰條所謂大橋入邊嘅套路嘅話呢，咁照計消失嘅人應該呢就需要去某個地點嘅，而差唔多去到嘅時候，司機亦都即係事主啦，先發現咦原來就唔見咗個乘客。咁但係萊德嘅個案呢樣嘢呢就唔係話太明顯喎，咁所以坊間有人反駁就話呢單個案就並非完全符合條件。只能夠當成係咧其他嘅版本咁講。另一方面啦，有民族學家亦都認為，之所以有呢類型嘅傳說出現呢，多少亦都同人類對於所謂圓滿啊同埋解脫咧嘅一種渴求嚟嘅。咁至於點解會咁講呢？咁嗱，主要就基於一個問題啦。假設有親人喺外地死亡嘅話，咁會點呢？嗱，大部分嘅人都傾向於相信當事人嘅鬼魂都會想翻屋企啦，或者翻去親人嗰度啦。咁成件事雖然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咁但係都叫做得到圓滿嘅解脫先啦。咁有唔少學者透過以上嘅講法呢，就解釋咗點解會有所謂消失的乘客嘅呢個傳說出現啦。嗱，又假設沿住呢個諗法啊，再伸延落去嘅話呢。咁大家就明白到先前提到嘅嗰個反駁位啦。嗱，簡單講，因為喺萊德嘅個案入邊，最重要嘅一點，亦都即係所謂得到圓滿結局嘅嗰樣嘢呢，喂，又好似冇喎。成件事入邊並唔存在事主遇到一個呢想要翻屋企嘅鬼魂。嗱，佢淨係指住前邊啫，就冇講嘢嘛，好似冇呢個元素啦。咁至於萊德自己走去警局，有部分嘅原因呢，似乎佢就真係想知道呢樣嘢啦。嗱，又換個角度睇啦，假設呢個鬼乘客真係存在，而有陣時又會俾人接載上車嘅話呢，喺咁嘅情況之下，司機未必一定有足夠嘅資訊啊，去辨認到底呢個消失的乘客係邊個嚟嘅。咁所以其實涉及所謂圓滿結局嘅呢樣嘢呢，可能純粹係有人為咗解釋乘客嘅身份啦，後嚟加上去嘅啫。咁所以原本涉及消失的乘客嘅呢類型傳說，可能根本呢就好似萊德嘅個案咁，冇頭冇尾就冇解釋嘅，會唔會係咁呢？咁當然啦，唔同嘅講法都有，咁但係邊個先真呢？就無從考究啦。不過事情肯定呢就唔淨止發生喺萊德身上嘅。嗱，咁不如我哋呢又睇下日本嗰邊嘅個案先啦。而呢件事印象中以前曾經呢都有提過嘅。事緣2014年，日本東北學院入邊啊，一個主修社會學叫做工藤遊街嘅學生，咁曾經喺日本宮城縣嘅石卷市嗰度呢，就進行咗一系列嘅訪問活動，而訪問嘅主要對象就係當地嘅的士司機。咁訪問啲乜呢？就訪問佢哋自從發生咗2011年3月11號嘅海嘯事件啊，咁成個地區被海嘯摧毀咗之後，有冇遇過啲乜嘢奇怪嘅事件咁呢？嗱，咁工藤就打算用呢份調查報告作為畢業嘅論文嘅。於是者工藤遊街喺啲司機等緊乘客嘅期間就訪問佢哋啦。嗱，當時大約咧都訪問咗超過100個司機嘅。咁講真，大部分嘅受訪者都唔理佢啦。有啲人甚至乎咧仲發晒脾氣就鬧佢啦，就話工藤阻住佢哋做生意啊等等。
不過點都好啦。嗱，當中大約有7個司機呢，就分享咗一啲都幾唔尋常嘅經歷嘅。嗱，其中一單分享呢就咁嘅。事緣事主就係一位50幾歲嘅司機，咁喺2011年大約夏季咁上下時間啦。咁司機曾經喺石卷車站嗰度呢，就接載過一位女乘客。根據司機所講，呢個女乘客望落大約就30歲左右啦。咁當時就着住一件呢冬季嘅大褸，咁所以都有啲奇怪嘅。咁但係點都好啦，女乘客上咗車之後就要求就想去市入邊嘅南濱區。咁但係正如先前所講啦，受到海嘯事件嘅影響啦，嗰個區基本上都差唔多呢，乜都冇咁滯噶啦。咁所以司機就問佢啦：喂，係咪真係想去嗰度啊？點知就喺呢個時候，個女乘客嘅態度呢，唔單止變到係好驚咁啦，仲反問咗司機一個問題，就問司機佢即係個女乘客啊，係咪已經死咗？咁司機聽完即刻擰翻轉頭啦，但係個女乘客就已經唔見咗啦。嗱，另一個司機嘅遭遇呢就咁嘅，根據當事人所講，佢曾經接載過一個呢望落20幾歲嘅男仔。嗱，開頭嗰時咁個男仔上車之後，司機當然就問佢啦：你想去邊啊？咁個男仔一直都冇講嘢，淨係指住前邊。簡單講，同來德嘅情況呢都有啲似嘅。咁但係今次就唔同啦，司機始終呢都要做生意噶嘛。咁佢唔講清楚個地點嘅話呢，都好難搞啊。咁所以司機呢就不停再追問佢想去邊啦。結果個男仔最後呢，終於都講啦，就話日和山。嗱，日和山呢，就屬於係當地嘅一座山嚟嘅。咁於是司機就開車啦。咁但係當架的士去到山上邊嘅時候，個男仔呢就已經消失咗。嗱，根據工藤嘅研究報告所講啦，願意接受訪問嘅7位司機都堅持啦，自己接載嘅係人類嘅乘客，而呢樣嘢亦都有理據可以支持到嘅。因為佢哋全部咧都有用到的士嘅咪錶，咁大家都知啦。一旦着咗嗰個咪錶之後咧，就開始計錢噶啦。嗱，又假設乘客基於各種原因冇俾錢又好，點都好啦，嗰條數咧司機都要自己負責翻嘅。咁換言之，的士公司會喺司機份糧嗰度咧就扣數啦。咁所以基於呢個原因，正常嚟講，工藤認為嗰幾個司機就冇咩可能咧會作呢啲古仔啦，同埋喺接受工藤訪問之前啊，佢哋亦都冇主動咧去公開呢啲經歷嘅。另外啦，工藤亦都講話，所有7位司機所描述嘅乘客望起上嚟咧都比較係後生，咁因此佢就推測嗰班所謂嘅乘客極有可能咧就屬於係海嘯嘅受害人。咁工藤仲認為，當嗰啲年輕人死亡嗰陣時啊，佢哋嘅鬼魂可能因為呢啲事故而感到強烈嘅絕望啦，或者有一種怨念喺度啦，咁所以更加需要係咧發洩呢種負面情緒出嚟。咁佢覺得，假設真係有鬼魂嘅話，咁嗰班鬼魂就當咗的士司機咧係一種媒介，咁所以就發生咗類似嘅事件啦。嗱，另一樣咁嘅工藤印象比較係深刻嘅咧，就係嗰幾個司機講翻佢哋嘅經歷嘅時候呢，唔單止就冇話特別驚定點啦，反而佢哋呢仲帶有一種近乎於敬意啊，去睇呢啲經歷。咁可能因為有部分司機喺海嘯事件入邊呢，曾經都失去咗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啦，咁所以即使明知係鬼乘客都好啦，都會當成係正常人咁去睇，同埋帶有一種同情喺度。咁但係特別要留意嘅係呢。嗱，坊間對於工藤嘅研究報告，亦都有另一種解法嘅。嗱，有人就認為其他司機，即係嗰啲咧唔理工藤或者鬧翻佢轉頭嘅司機啦，似乎冇一個合理嘅理由去支持佢哋咁做。咁當然啦，正如先前所講啦，你可以話工藤阻住做生意。咁但係講真，佢哋本身咧都係等緊人上車噶啦，都冇嘢做噶啦。喂，咁大反應，反而仲令到有人推測呢，其實可能呢班司機本身都遇過某啲怪事嘅，咁可能係唔想再提定點啦，咁所以一有人問，反應就咁大啦。嗱，又假設真係咁嘅話，咁可能遇過鬼乘客嘅司機，其實呢
就唔淨止7個咁少啊。嗱，咁不如我哋呢又講下另一單發生喺巴基斯坦嘅個案啦。事情就發生喺60年代尾、70年代頭咁上下時間啦。咁事主我又暫且稱呼佢做阿東尼先啦。當其時阿東尼去完旅行之後，就打算係揸車翻屋企，而佢所行駛嘅路線其實就屬於係呢巴基斯坦山區森林入邊嘅一條路嚟嘅。好啦，咁啊嗱，話說咁啊揸緊車嘅途中，佢就見到有個男人呢就揮手截車。咁由於當時嘅天色都比較係昏暗，而山區入邊又大霧啦，咁所以東尼呢都望唔清楚呢個男人個樣嘅。咁啊不過佢心諗，始終都叫做係荒山野嶺啦，咁啊幫下人啦。於是者咁啊接咗個男人上車，當時個男人呢就坐咗喺後邊。嗱，東尼曾經都有問佢坐唔坐前邊啊咁，但係個男人呢就話唔使啦，坐後邊就得啦。咁好啦，咁啊東尼就繼續揸車啦。點知個男人突然呢就開始喺度細細聲講嘢，咁啊唔知講啲乜嘢嘅。東尼覺得有啲唔對路，咁啊打算擰轉頭望下啦。就喺呢個時候，原本坐喺後邊嘅人就用咗一把女人聲呢就講啦：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嘅主意。你最好咧都係唔好再望我啦。嗱，咁東尼當堂嚇到咧都唔敢睇啊，繼續揸車啦。咁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嗰個人又用另一把聲咧就要求阿東尼停車。嗱，東尼雖然係驚，不過都照樣根據指示就停咗喺一座墳墓附近。咁對方仲講話要俾翻錢阿東尼，咁但係東尼咧就話 OK 啦吓，唔使啦咁。咁對方就堅持啦吓，結果嗰個人呢就俾咗一張面值5盧比嘅紙鈔阿東尼。咁東尼收到錢之後，嗰個人就落車。嗱，東尼開車行咗一段小距離之後呢，曾經都有望翻轉頭嘅，咁但係嗰個人呢就已經唔見咗啦。嗱，表面上以上有關於阿東尼嘅個案都算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但係可能受到地區文化所影響。反而坊間對於東尼嘅個案呢，有另一種睇法。嗱，原來喺涉及南亞以及中東嘅民間傳說入邊啊，經常都會出現一種存在，就叫做精靈嘅。咁但係特別要留意嘅係，以上所講嘅精靈就唔係西方人口中所講嘅 elf，即係 Lord of the Ring 啊，魔界嗰啲尖耳仔嘅精靈呢，就唔係。反而原文呢，就稱呼呢種存在做 Jinn 嘅。即係阿拉丁嘅燈神啦。嗱，話說喺伊斯蘭文化入邊，Jinn 就被視為係源於火嘅靈體，咁啊居住喺森林、荒地或者一啲呢所謂不潔啊嘅地方。咁點為之不潔之地呢？咁嗱，墳場就係最好嘅例子啦。人類就見唔到呢啲 Jinn 嘅，咁但係佢哋呢就見到人類啦。唔單止係咁啦，Jinn亦都可以變形。能夠化身成為人類或者其他嘅形態。舉個例，中東咁啊，阿拉伯半島有唔少嘅事件呢，就描述 Jinn 就住喺沙漠或者廢墟入邊嘅。嗱，古時有旅行嘅人呢，就聲稱曾經聽到怪聲啦，或者遇到一啲呢突然消失嘅人。咁有部分嘅記載仲講話，有陣時 Jinn 會提供水或者要求搭順風車。咁但係去到目的地之前就已經消失咗啦。另外啦，喺南亞，譬如話巴基斯坦啊、印度啊咁呢，Jinn 經常都會同墓地、森林，甚至乎十字路口呢就扯上關係嘅。咁仲講話佢哋呢經常會變形啦，譬如話化身成為女人啊、老人啊，甚至乎動物，咁亦都有嘅。仲有，相傳喺巴基斯坦嘅鄉村入邊，經常有個講法就話呢，就叫啲細路晚上就唔好行緊嗰啲舊嘅古井啊，因為 Jinn 呢會喺井邊就模仿熟人嘅聲音，引當事人呢就行埋去。嗱，假設當事人真係回應啦，或者行近嘅話呢，可能會有事嘅。而喺印度嘅北邊，原來都有唔少傳說呢，就講啦，就話晚上喺墓地附近啊，會出現一個全身着住白袍嘅女人，咁向路過嘅人呢就求助，要求係車佢一程啦。咁但係當事主擰轉頭一睇嗰陣時呢，個女人就消失咗啦。嗱，當地人普遍都相信呢個女人係 Jinn 嘅化身，
因為佢經常都會出現喺呢所謂嘅不潔之地墓地嗰度嘅。咁總之喺唔同嘅傳說當中，Jinn可以係善意啦，亦都可以係有惡意嘅。咁如果睇翻呢啲涉及 Jinn 嘅傳聞嘅話呢，一嚟同東尼嘅個案都有啲相似啦，譬如話變聲啊等等啦；二嚟其實本質上都同西方消失的乘客嘅呢個傳說呢，絕對係有相似嘅地方。嗱，咁講到呢個位就帶出咗呢另一個問題啊。咁到底消失的乘客本身會唔會其實係源自南亞或者中東嗰邊有關於 Jinn 嘅傳聞嘅呢？咁當然啦，一時之間亦都好難有個答案嘅。實情到底係點，都係嗰句啦，就留待聽眾自行決定啦。不過涉及消失的乘客嘅呢個傳說，咁肯定就唔止咁少嘅。有機會嘅話，又同大家呢就講下呢個題目啦。好啦，今晚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聽。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係咁多，拜拜。